歡迎返嚟老友記食得健康 Channel， 想問下大家平時去超市買罐頭，你第一眼會睇乜嘢？係牌子價錢定係包裝上面嗰張好吸引嘅相？好多時候我哋見係熟悉牌子又啱啱做特價，就順手放咗入鬆車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同樣都叫午餐肉、罐頭魚或者罐頭湯，營養標籤上面嘅鈉、脂肪同糖可以差得幾遠？有啲產品包裝正面寫住低脂，你以為可以放心，但轉到罐身後面，真正要留意嘅可能係另外一行。今條片我唔係叫大家以後唔好食罐頭，罐頭方便容易保存，屋企有返幾罐，臨時落雨唔想買餸，都真係幾有用。問題唔係食唔食，而係我哋識唔識揀同埋食幾多。今日會同大家逐個睇清楚營養標籤最容易睇漏嘅5個位置。最後仲會教你一個10幾秒就做到嘅比較方法。下次企喺超市貨架前面就唔使對住一大堆數字發呆。你試下，想象屋企得2個人食飯，今晚唔想煮得太複雜，於是開一罐午餐肉，煎幾片，再加碟菜同2碗飯。你可能覺得一罐2個人分應該唔算多啦，但營養標籤上面寫嘅數字究竟係成罐每100克定係每一個食用份量呢？如果呢一步睇錯，後面所有數字都可能估錯。香港大部分即用嘅預先包裝食物，營養標籤會列出能量加7種核心營養素，包括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、總脂肪、飽和脂肪、反式脂肪、糖同鈉。聽落好似好多，但唔使驚，今日唔需要背晒全部。我哋先掌握5個最實用嘅位置。第一個位置唔係鈉，亦唔係脂肪，係標籤最上面嗰句細字。究竟數字係按每100克每一食用份量，定係每一個包裝計算？點解要先睇呢句？因為參考量唔同，2個數字根本唔可以直接比較。例如甲罐寫每100克含300毫克鈉，乙罐就寫每一食用份量含200毫克鈉。咁係咪乙罐一定低啲？未必。你仲要知道乙罐一份究竟有幾多克，就好似一杯同一粒水，淨係比較2個數字，冇講個容器有幾大。個比較就冇意思，所以如果你想比較2款相同類型嘅罐頭，最簡單就係盡量揾翻到同一個基準，2款都睇每100克，通常最直接。如果一款只寫每份，另一款寫每100克，就要先做簡單換算，或者揀一款標示方式相近嘅產品，比較唔好見到一個數字細，就立即當佢比較好。第二個最多人睇漏嘅位置，就係每包裝所含食用份量數目。呢行字有時真係細到要拎少少先睇到，但佢往往比正面嗰個健康口號更重要。因為營養標籤寫每份，唔代表你平時真係只會食一份。假設一罐產品標示每份有250毫克，而成罐其實有2份。如果你一次食晒成罐，攝取嘅就唔係250毫克，而係大約500毫克。呢個只係方便大家理解嘅假設例子，但計法就係咁簡單。每份數字乘翻你實際食咗幾多啦。仲有一點要記住，包裝上嘅食用份量通常由生產商嚟定，唔同牌子、唔同產品可以定得唔一樣。所以一份唔係一條命令，亦唔代表人人食咁多就最適合。佢只係幫你理解標籤數字嘅參考。真正食幾多，仲要睇你嘅需要、全餐配搭同醫護人員有冇俾過特別建議。睇到呢度，你已經避開咗2個好常見嘅陷阱。不過真正值得逐罐比較嘅，仲喺下面。尤其屋企有人需要留意血壓，或者平時已經食唔少醬料湯粉麵，下一行更加值得望清楚，就係鈉。鈉通常用毫克標示，大家成日聽到鹽同鈉2樣有關係，但唔係同一個重量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年人每日鈉攝取量少於2000毫克，呢個係一般人口層面嘅建議，唔係每個人嘅私人餐單。如果醫生或者營養師俾過你特別指示，當然要跟翻專業意見。2000毫克聽落好似好多，但一日入面唔止食一罐嘢。早餐嘅麵包、午餐嘅湯、晚餐落嘅豉油同米油，全部都可能提供鈉。食安中心過往嘅冧鈉指南會將每100克含超過600毫克鈉嘅食物視為高鈉，而要聲稱低鈉，每100克食物就要不多於120毫克鈉。大家可以將呢2個數字當成選購時嘅實用參考。不過見到高肉唔代表食一啖就會出事，亦唔代表永遠唔可以食。重點係份量同頻率。如果2款價錢味道同用途差唔多，
你可以揀每100克鈾含量較低嗰款。煮嘅時候少加啲豉油雞粉或者濃味醬汁，再配新鮮蔬菜，成餐就比較容易控制第四個位置。係總脂肪，但唔好睇完總脂肪就停，佢下面通常仲有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。點解要分開睇？因為總脂肪講緊整體份量，而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就係當中嘅細項。兩罐產品總脂肪接近，下面兩行都可以唔同。罐頭魚就係一個好容易理解嘅例子，油浸、水浸或者加醬汁，產品嘅脂肪同能量自然可能唔同。但唔好只憑水浸或者油浸4個字作決定，翻到營養標用同一個參考量比較總脂肪，再睇飽和脂肪，先知道差別對你有冇實際意義。有時你會見到反式脂肪寫住0，呢度都要補充一個小知識。營養標誌上嘅0可以代表含量低到符合標示為0嘅法定界線，唔一定代表化驗上完全一粒都冇。大家唔需要為極微量數字過分緊張，但就唔好將一個0字理解成可以完全唔理份量。第5個位置就係糖。有人可能會問，罐頭魚午餐肉又唔係甜品，點解要睇糖？因為罐頭唔只得魚同肉，仲有罐頭湯茄汁豆、糖水、水果、粟米同各種調味醬汁。食落唔係好甜，亦唔代表糖一定少。香港規定產品要聲稱低糖，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就要含不多於5克糖；要聲稱無糖就要不多於0.5克。但無糖唔等於成件產品樣樣都適合你，佢可能只係糖符合要求，鈾脂肪或者整體能量仍然要另外睇。同一道理，包裝正面寫低脂，只係話脂肪符合相應要求，唔代表糖同用都低。寫住不添加糖，亦唔一定等於產品完全冇糖，因為食材本身可以天然含糖。包裝正面係俾你第一印象，背面營養標欄先至幫你睇完整，啲兩邊都要睇，唔好俾其中一個大字代替晒成張標。去到呢度，仲有一個罐頭先特別容易遇到嘅問題，罐入面啲水油或者醬汁，究竟計唔計入營養數字？答案要睇產品指示同一般食法。如果產品預期連汁食，標人通常應按整個可食用部分計算。如果清楚建議倒走液體，只食固體，標林就可能只按固體部分計。最穩陣係睇清楚標林有冇寫碌乾後，或者只適用於固體部分。講咗咁耐，依家同大家整理成一個超市10秒比較法。第一，睇數字係每100克每份定係每罐。第二，睇成罐有幾多份。第三，比較鈾。第四，總脂肪下面再望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。第五，睇糖，唔好只信包裝正面嘅低同冇。下次去超市你可以拎起2罐同類產品先，唔好急住睇邊罐平1蚊，將兩副人放埋一齊揾翻同一個參考量，再問自己3個問題：我通常一次食幾多？邊款都低啲？做到呢一步，你已經唔係俾包裝帶住走，而係自己識得選擇。如果屋企人多，一罐分開幾個人食，實際每人份量可能唔大。如果一個人住，開罐之後又打算一次食晒，就更加要計成罐，而唔係淨係睇每份某一款罐頭適合所有人。有人最需要留意鈾，有人想控制脂肪，有人就要按醫護建議留意糖同碳水化合物。標林嘅作用係幫你按自己情況作出有根據嘅選擇。最後同大家重溫3個最重要嘅觀念：第一，先統一參考量，數字先比較得公平；第二，每份唔等於每罐，食幾多份就要計翻幾多份；第三，唔好俾未知或者無糖，其中一個字眼遮住其他資料。罐頭唔係洪水猛獸，營養標印亦唔係考試。你唔需要識晒所有營養學名詞，只要每次多用10幾秒，望清楚最關鍵嗰幾行，就可以買得明白，食得更加精明。今日講嘅係一般飲食資訊，唔代替醫生或者營養師按你個人情況提供嘅建議。如果你覺得今次呢個方法實用，可以將條片分享俾屋企人。下一次我哋再一齊拆解另一個雪櫃入面好常見嘅問題。隔夜餸真正要小心嘅，究竟係咪隔夜2個字？多謝大家陪我傾到最後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